这虾非常贵了，这然后啥番茄虾，番茄啦，一斤上爱无超过1200哦，这也不能水啊哦，来，这个40只1斤啊，鲜的只是要千外块，对吧？5只1000块，咁啊6只1000，哎，这贵嘢只咁开呢？啊，我能解个海地鸡。啊，我太贵啊哦，来，这一只虾纯饱，我们那个鱼哈3匙哦，然后来，24、6只了，来。啊，紧啊，三个鱼啊，吼是啊，来，6只1000，对吧？来来，7只给你了，好来，8只给你了哈，来，这个9只啊，哦来，对吧？这个10只哦，这个大只要100块买吧，这个11只哦，买你客钱无嘛大，3个1000来，够俗的啊，哪一只？只要100啊？1000块，这大只遐贵啊，这姜10几块啊，对吧？这番茄的呀，不大的，很便宜啊，对吧？1000块，咁开了，开了没啊？这无俗啊，你只咁开啊，这遐足贵的哦，这几拢1000外以上的，这大只我讲迄个买番茄来来贵啲的，哦来，番茄啊，番茄虾吼来嘿，这食好，过年要吃100块的，好来骗哦来，哦，我只要1000块，啊，我大只啦，哦，这爱食好，你咁开哦，嘿来。1000块，不来变反面，基本上现在叫我不要讲了。